早晨，咁多位小朋友同埋家長，大家好。咁今日咧，超雲老師咧就展示咗以下4款唔同種類嘅豆喎。咁小朋友咧就可以一齊觀察下豆裏嘅顏色啦，摸下佢哋嘅形狀啊、大細啊，同埋質地，亦都可以聞下佢哋嘅味道喎。咁原來咧，呢4款唔同種類嘅豆咧，就分別叫做紅豆、鷹嘴豆、有機黑豆同埋白眉豆喎。紅豆咧嘅功能就係除濕、消腫、解毒，亦都可以攞嚟製成甜品。而鷹嘴豆咧就係減少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咁有機黑豆咧就係提供優質嘅蛋白質同埋膳食纖維嘅喎。而白眉豆咧就係提高人類嘅免疫力。咁而家超雲老師咧就想分享一個可以喺屋企同屋企人一齊進行嘅活動。呢個活動咧就叫做搬運豆子。咁家長咧就可以喺唔同嘅杯裏邊啦，放置唔同嘅豆啦。咁小朋友咧就可以利用匙羹，家長就可以利用筷子，輪流咁樣將啲豆咧喺個杯裏邊一粒一粒分別搬落去相應嘅杯裏邊。咁喺呢個活動啦，小朋友咧只可以滗一粒一粒咁樣，唔可以一次過滗兩粒。咁當小朋友同家長咧將所有嘅豆都搬運落去相應嘅杯裏邊啦，家長就可以一齊統計下，每一個杯裏邊分別有幾多粒唔同嘅豆。譬如話鷹嘴豆有5粒，紅豆有3粒，黑豆有4粒，而白眉豆就有2粒。咁喺一個活動咧，就可以訓練下小朋友嘅手眼協調能力啦。點樣去利用匙羹有效地咧，就滗一粒一粒，防止一次過滗兩粒喎。咁亦都可以訓練下小朋友嘅小手肌，點樣控制下佢哋滗豆嘅大細啊，或者嘅速度喎。咁喺呢個活動咧，有一個困難版嘅喎，家長咧就可以將所有嘅豆類咧放置喺一個杯裏邊。咁小朋友都係利用匙羹，家長利用筷子。咁家長咧就可以俾一個指令小朋友，就係話我哋首先要滗啲鷹嘴豆，之後再滗紅豆，再滗黑豆，最後尾滗白眉豆。亦可以根據豆裏邊嘅顏色，譬如話我哋首先滗紅色，之後到黑色，之後到淡黃色，最後尾咧就到白色。咁當小朋友同埋家長咧輪流咁樣將啲豆搬運落去個杯裏邊咧，就可以一齊統計下每一個杯裏邊總共有幾多粒豆啦。就好似鷹嘴豆有8粒，紅豆有5粒，黑豆有6粒，同埋白眉豆有3粒。咁喺個活動咧，家長亦都可以運用其他唔同種類嘅豆，譬如話綠豆，或者用一啲花生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係食物以外，就可以利用一啲波子，或者一啲小手工藝嘅串珠。咁喺呢個活動咧，小朋友咧就可以學習下點樣透過利用匙羹分別控制搬運一啲唔同大細形狀嘅豆類。咁完成咗呢個活動之後咧，家長就可以詢問一下小朋友喺個活動嘅過程嘅感受啊、嘅經歷啊，覺得呢個活動點嘅樣啊，亦都可以問下小朋友佢想嘗試挑戰一啲咩嘅食物啊，或者一啲物件。咁完成咗呢個活動之後咧，小朋友亦都可以講下，誒，原來每一個杯裏邊到底係啲咩嚟嘅喎？亦都可以考下小朋友，咦，今日學咗啲咩嘅食物，或者學咗啲咩嘅物品？咁去到呢度就係一個演示過程。